笑死我了！一堆人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不给你。呀，大美女來了！哇哇，你買咗菠蘿包？哇！佢唔俾我碌卡嘅，佢叫我俾現金，點知我冇帶夠咁多現金，後尾佢又俾我碌卡。哦，因為佢話低消20，好得意啊，係嘛？可以掛喺呢度。哦，但會唔會擋住啊？不要緊，我們吃得完。